连滚啊港的大雨，嘛甲这个台中的山区道路起伫甲真正力。后里的山路有100多公尺长，路面是地甲真大芳。参这个点仔加路，嘛因为土石烧下井泉扑起来，电火条啊起去，害当地来停电。另外，新社有一条产业道路，路基嘛来挖空，出现一个7公尺长、3公尺宽、4公尺深的大凹坑，非常的惊人。当地里长讲，这点仔加路上这大泥坑原本只有3公分，但是3公来的迅速扩大。我的鞋子大概是20公分出头了哈，那我这样往下走，大概是3个我的鞋子的长度。台中后里区的工业巷的山路，因为连续落大雨，100多公尺路面出现大泥坑，这山壁嘛刷35公分，连点仔加路面拢碰起来，电火条嘛倒落去，造成当地停电。那我们可以判定他在走山，那这个判定走山不是我判定的，是建设局养工处判定的。危险呢，你过来。我知啦。土石有可能规大片拢连落来，市府暂时封闭道路，但是当地民众也是冒险通过，互人睇真紧张。因为天气无稳定，市府只会当等这山壁土石较稳定，才过来抢修。另外，伫新社区服务造成八仙山铁道路基挖坑，出现一个7公尺长、3公尺宽的大窟窿。这个是3年前也同一个地点也是发生这样的，今年是差不多大了5倍以上。会惊啊，嘿啊，嘿啊，大部分都是下午的时候，我们这边散步的人哈很多。工程单位已经将现场围起来，连续几天强降雨，台中山区道路陆续出现灾情，好佳在拢无造成伤亡。